2026年了，这才是现在红警该拥有的画质。喂，相对，那叫针锋相对，全面上杀，电梯相会，所有问题就一步到位，我拉动枪栓，让枪声清楚这社会，难免人心向背，恶鬼当道，有小人作祟，那狼心狗肺的他们都想上位，就集中火力把将他们包围，这喋血街头的这样惯犯，在铜锣湾也会遭到暗算，我不停的装弹让他们瘫痪，就算爆肝爆弹也把他爆干，你看8匹马都拦不住我，枪枪爆头我满腔怒火，让格洛克打开保险锁，看着漫天的枪火都无处躲，电视机里街头垃圾看看肉里，眯起我眼睛，瞄准准心，调整呼吸，下点狠心，扣动着扳机，让我来上一课，那扫射是清一色，忧愁的站一排，那无关的站一侧，我今天就杀无赦，那分给你秀一撮，把枪往我头上，和你由衷来扣一锤，在風中得我一個，火光一片穿過，人將死血化璀璨真我，就不見得過這個，這顆定係撕破，用雙手打拼一世槍火。当我高喊目标时，会有大事发生。先把弹簧加上。